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以6-3的票數認同美國總統川普會當在任何理由之下，甲獨立的監管單位官員換掉。不過另外一案是以5-4來封殺川普，甲美國聯準會理事庫克開除的命令。美國聯準會理事庫克真緊就行過去，身軀邊維安人員甲人攏擋掉咧。這個美國聯準會100年歷史以來頭一個非裔女性理事要去也是留，真做是媒體的焦點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做出重大裁決，以5-4的票數正式阻擋川普總統甲庫克改評的想法，捍衛聯準會的獨立性。No procedural due process before removal, no judicial review after removal, no preliminary injunction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, and a conception of cause so capacious. 庫克是在2022年就任聯準會理事，由前總統拜登提名。面對川普政府指控庫克厝貸款詐欺，伊的律師在法庭反駁。首席大法官羅伯茲表示，照英國的庫克互人解職進前，有權通過知影，而且進行答辯。若准全部攏接受川普政府的立場，等於是允准總統會當隨意來改換聯準會理事。The Fed does not belong to Donald Trump. It belongs to the American people. We're here today to stand with highly qualified Federal Reserve Governor Dr. Lisa Cook. 另外，最高法院也做出一項受人注目的裁定，川普開除聯邦貿易委員會民主黨籍委員史勞特這案，是以6-3的票數認定川普合法。外界認為這項裁定擴大總統的行政權，川普家己也形容這是重大的勝利。I don't think so. It gives me the right, and not me. It gives a president the right to do what the president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do, and it's very interesting. 兩項最高法院的裁定，一方面把聯準會的保護線守護掉，確保聯準會的獨立性；也毋過另外一方面，煞擴大總統川普改評的權力，令到川普會當用任何理由改換獨立監管機構的官員。記者綜合報道。